隨住醫療技術嘅進步同埋病人對服務質素要求嘅提高，醫療機構正面臨越嚟越複雜嘅挑戰。一、放射報告準備需時多日，延誤診治流程；二、人手繁重容易導致流程出錯；三、社會對院內消毒與衛生標準提升；四、病歷及影像資料歸檔作業繁多，偶有出錯情況。安妮卡美能達推出咗 DICOM 列印同埋 Private Cloud Solution， 為業界提升放射報告製作同分享嘅效率。系統可以支援 MRI、CT、PET Scan 等主流影像設備，病人資料同影像可以即時整合輸出，製作成包含圖文描述嘅小冊子同電子報告。醫護人員同病人可以隨時隨地用任何裝置安全咁傳取報告，快捷又方便。呢個方案符合 HIPAA 國際標準，有效保障醫療數據嘅安全。另外，醫療程序往往涉及繁複嘅紙本工序，降低咗醫療效率。我哋提供一站式文檔管理平台，將流程全面數碼化，方便集中管理資訊，仲可以減少儲存空間同營運成本。透過完善嘅權限控管同審批流程，令記錄檢索更加高效、安全同有條理。透過引入智能機械人同 AI， 可以分擔以下醫療工序，減輕人手壓力。分流人潮，櫃台服務機械人可以即時回應常見嘅查詢。遠距溝通，服務機械人可以支援遠距視訊醫療，或者幫助病人同家屬進行溝通。清潔消毒，清潔消毒機械人可以自主運作，持續保持高規格嘅衛生環境。配藥，藥房機械人可以提升配藥流程嘅準確率同效率。運送，送遞機械人可以跨層運送機密文件同藥品。安妮卡美能達致力為醫療界帶嚟高效、安全同提升溝通協作嘅解決方案，幫助你全方位升級，一齊開啟智慧醫健新里程。Konica Minolta